请想看阿母的愿望。人生的路无。真实的哦，你捌这个国际无用哦。当然的啊，恁若是愿意吼，我会使教你啊。这俊阳吼，遮尔巧，阮总经理吼，就遮尔骨力，佮加上我这个军师，我相信吼，我一定是上好的组合。我想这样代志吼，我也是要考虑一下。俊阳啊，拜托你是咧考虑啥话啦？唔是我家下咧操蛋啦，这样代志哦，交我办到，交我办到。先生，啊，这到底是安怎？啊，哪会变安尼？多谢哦。先生，多谢，你个无紧代志。嘿，是安尼啊，啊，等你是你上啥货啦？啊，你唔着讲，啊，你无讲我会知啦。无啦，无代志啦，无代志。哎对啦，这壶啊吼，你客断的，啊烧烧的吼，放喺水的，厝的4、5年等安尼救休的，安尼就平安无代志啊，吼。真是哦，先生，多谢你哦。免客气，做人的爸母哦，本来就是拢安尼啊，真关心嘛，这应该啦。好了，先生啊，多谢你，我先走啊。俗语人讲了无唔对，家和万事兴。结果啊，结果啊，是我啦，我家使啊啦。结果无？其实看你满面春风吼，最近袂歹哦。结果啊，唔是我家使操蛋，我从来唔捌遮欢喜过啊。人若好啊，欢喜啊，放在心肝内头。哎，其实，无事不定三宝殿哦。你今仔找浙江一定有代志，对不对？这讲啊，代志是安尼啦吼，唔是我家使操蛋啊，迄阮公司哦，即摆吼真正咧抢甲掠袂掉，你敢知影？啊，我咧大头家吼，讲哦，要互阮再开一间新的公司，所以今日吼特别哦来问浙江啊讲，看安尼会用哩无啦？会使，咱人若做头路有顺有趁钱，安尼就好。莫安尼想空，莫想去笑着啦。这讲啊，莫安尼啦，甲阮看一个啦，来，这俊英啊吼，会八字你也看咧用哩无？照这八字甲算起来吼，是无适合啦。莫较顺的。无啦，这讲啊，莫安尼啦，想好什么办法咯，来改一个啦。家使。啊，平常时浙江啊咧讲话，你都唔相信啊！即马有问题，找浙江啊要来改哦。我甲你讲啦，那伊吼无改啊啦。这无安尼，浙江啊，看我的，这我的八字，好，看有适合嘛无？看卖一个。那恁两个咧比较起来吼，你较适合无？是我。也毋讲哦。浙江啊，唔是我家使操蛋，我不敢讲，我真正有适合你见。浙江啊，多谢你啊！不是，先生，你不要疯狂地走啊！我是讲哦，你爱靠你的专长去找啦。拢去啊，拢去，你就是家使啊！你茫小当两家人哦。这个西装，那我看到，大爱，你真正要送我哦？我家使敢要骗你哦？你狂的你呢？有呀，是讲大爱，这个西装哦，唔使偌济钱哦。是吗？300兄弟，讲个什么？我家使呢，唔是我操蛋兄弟啊！咧讲个钱的代志。我跟你讲，我较早吼，是不是咧？就答应讲我要送你西装，我较准年啊吼，永远就袂记这件代志啦。哎呦，大爱，多谢你哦。我是不是通试穿看下？你穿。我有西装啊！拜托，你是捌穿过西装哟？大爱是的啦。我记咧，就这个啦。手表这。
多谢你吼，大爱，主呀，我看你大家吼，拢遐尔啊关心我，我非常的感动。我甘愿我一世人较疼。你讲什么笑话啦？你休困啊？啊无我带两个先来看下人。好啦，无来孙啊，无你先去哦，我甲王弟都有代志要讲。好，好，来传先带我摕水果者，我一起来摕。王弟来，摕好，摕。啊无咯，啊，错啦，大，这法国进口的西装呢，摕落去吼，水咬去都歹看呢。哦，对。王弟，我一样代志想要问你啦。大，有啥物代志？你尽量问。来孙啊，甲我讲啦，讲几日工前哦，你是安要甲弄啦？我嘛唔知呢。哦，好啦，你想看卖啦，看几日工前哦，你有感觉啥物唔对无？我是用啥物代志哦？嘿。你出去啦！我无想要看到你，你出去啦！安兰，你身体无好，唔通生气啦。这是我要来的水果，无我先来等。啊来，我这边来看你嘛是可以，你哪会对人安尼啦？我这没你几好心嘞。老孙啊，无你今日照顾阿兰，我先转来去。阿兰，他生气都已经走啊，你就别搁生气啊。你唔甘心，你当去捉伊，你当去找伊啊！我无意思啦。来孙，我爱你，你知影无？你敢若唔知是？阿兰，感情代志是袂当免讲的。来孙，你甲我讲，我应该安怎做，你才会答应我？阿兰，你莫安尼讲啦。其实我根本就无资格，互你拄啊遮尔好。你哪会无资格咧？虽然讲你是阮阿爸自细汉捡转来生，不过我从来无看袂起你啊。这我知影啦。自细汉，若别人咧欺负我的时阵，你总是徛伫我这边咧为我，甚至讲咧学戏的时阵，师傅管你有较严，你嘛常常为着我，甲恁阿爸咧冤家，这我拢了解。也毋过，啥物？你讲啊！我一直拢会当作亲像我的小妹同款。我袂听你安尼讲。阿奶，我一直拢无来讲，是因为惊你伤心。你莫搁讲啊！你已经伤着我的心啊！好，那安尼你甲我讲，彼暗你想要写字条给我，要我去旧厝咧？我写字条互你。那安尼你看卖，无这是鬼写的信，这毋是我写的。毋是你写的。张秘书，多谢你吼，即摆对这无用吼，我算我加减仔捌挂啦。你这么巧，相信无偌久你就出师啊啦。希望咱会当继续合作。迄当然咯，你是阮公司的福星啊，以后有这样个所在，还好靠你来斗相共咧。真的？当然嘛是真的。可是你若愿意吼，我甘愿对你一世人。好啊，卖家工趁我无伫，等我做咧啊。喂，是甲你啥物关系啊？甲你家产是摊起来。拜托诶，这拢订单咧，这拢银两咧，拢钱诶，你知影无？俊阳，我好消息要甲你讲。我嘛拄好有好消息要甲你讲。你先讲。你先讲。你先讲啦。无啦，你先讲啦。不是啦，你先讲啦。我即摆甲你讲，你先讲，你是讲啦。哎呦，含你啊，甲我家下咧歹势啥，你先讲啦。你有够累拖呢，你先讲啦。你先讲啦，你先讲啦。拜托你啦，你有啥物好消息，你唔着紧。对啊。张秘书啊，拄则谁打电话来？是阮妈妈啦，我厝里有一寡代志，我想要请假一天。免啦，请啥物假？你厝有代志，你处理转来。多谢你。啊叫家嫂送你无？我今无代志。唔免啦。我家己坐车就好啊。好啦，无你紧去。
行好吼，行好吼。嘿，我俊宁啊，啊，你唔是咩好消息要甲我讲？好啦，过去我先讲啦，我决定要来高雄甲伊拼者，而且我想要带秋萍来公司甲咱斗3工。袂歹哦，你若去高雄哦，逐工日咧甲秋萍做伙啊，是毋是安尼？啊，而且哦，我来讲一件代志，迄张秘书会食醋哈。你莫后白讲啦，伊是要食啥物醋？我甲伊也无安怎啊。拜托诶，啊你无安怎，人是安尼黑白心哦。你放心啦，家嫂，啊你还袂甲我讲你的好消息呢？我甲你讲，我的好消息就是你的好消息。我甲你讲，阮即讲吼，他讲我第一袂歹，你叫我行就对啊啦。啊，我一定啊要成功，成功，啊我一定要。请你唔通放袂记我的，我也记在心内。心肝，你也好好啊做吼，我这间厝哦，我就送你啦。敢是真的？哈，我什么时阵对你可嘅？啊？哎呀，迄个代志吼，你放心，即摆所有的情形拢伫我的控制当中。哦，安尼吼，这是我的心肝宝贝。啊对吼，你讲要买手机互人诶？啊，我一定会买互你的，你放心啦。真的？真是的啦。啊真哦。好啦好啦。我只是要爱你的钱尔。当我钱赚有够，我就甲俊阳开一间公司，过着幸福日子。本来想讲两家合作一家了后，会搁较牢一，会搁较亲像一个家庭。讲讲钱会比一个家庭温暖甲笑声较重要些。俊良，你什么时阵才会当体会到阿爸的心情？阿母，我食饱。哦。阿爸母，我回来啊！素颜啊，紧来食饭来。好。你也知影我这是你的厝的。但是谁人啦？阿母来炒两个菜互你食哈。阿母，唔免啦，这菜有够啊啦。无咯，少年人爱加食一寡。多谢。俊哥哥，第3天无食饭哦。唔是啊，我吼介久冇食这胖的饭甲这好食的菜，食起伤紧啊。俊哥哥，你伫内底遐尼久，敢有想阮阿姊？阮阿姊足想你的呢。无啦，你敢有想我啊？当然嘛有。阿哥，你看。哇，棒球手套呢？这敢是要送我的？唔是要送你，无是要送谁啊？多谢哥哥，你有介意哦？我真介意呢。阿母，你看，你哥哥送我的哦，真好。俊英啊，拄来着，然后定来开钱，就买物件啦。无啦。阿母甲你煎两个。好，到对阿母。所以我即摆当高雄吼成立新的公司，我想讲要带秋萍去甲我斗3工啊。啊，你若想讲要带秋萍去，是讲秋萍学剃头，学到要出师啊，半中途休困，缀你去，安尼敢好？母，自从我离开这了后，我甲秋萍离甲遐尼远着，
我逐工拢足思念伊的，所以我希望讲秋萍当来我的身躯边，好好甲照顾。袂用的啦，我免甲你同齐去啦。我若是甲你同齐去，啊厝的什么人要来照顾？秋萍，这我拢想过啊啦，咱规用伫遮遮尔紧张啊，哪有什么代志，咱共款照顾会着啦。秋萍也袂晓赶啦，去到我都通来斗3工。有，但毋管什么代志吼，只要你肯落，一定会响的啦。啊，而且我当叫陈秘书教伊啊。我这是无爱嘞，我这是无爱为什么嘞？我敢是无爱跟你同齐去嘞。秋萍，俊英啊，阮秋萍哦，食到遮尔大汉，也毋捌离开我的身躯边，我惊伊伫遐吼，袂堪要食苦啦。不，这你放心啦，有我甲家嫂的爹，我甲你保证，绝对袂互伊去食着苦啦。俊英，那你老实甲我讲，恁公司张秘书到底甲你是啥物关系？我看这查某囡仔吼，遮尔强卡，遮尔厉害，而且吼，李婉，那这点哦，你做你放心啦。啊，俊良啊，伊绝对吼袂对不住秋萍啊。当恁大部人，逐个嘛安尼讲，啊，顾喙保证敢有效？你保证安尼就无代志哦？啊，你哪安尼讲啦？我也无讲哦，一定吼秋萍甲俊良啊去啊。我是想讲哦，俊良啊对于秋萍的感情哦，绝对袂变啦。俊英是你的后生，你当然是讲安尼啊。啊，毋过我嘛有权利保护我的查某囝，对无？到时即款代志，拢嘛查某囝你吃亏。你若是讲你倒去啦？是不是你的查某囝，我的后生啦？啊，咱即摆毋是一家人。爸妈，你毋免讲为我的代志去烦恼啦。惠弟，我是袂甲俊英去就对。请你唔通放袂记我的一切，我也记在心内。妈，秋萍，要你想你上班的代志是？无啊，无啥物代志。妈妈真了解你，我知你唔甘离开妈妈，不过妈妈嘛唔甘离开你，互你去遐尼远的所在啊。俊英公司需要你帮忙，而且恁少年人嘛袂使分开伤久啊。啊，你若去，对周小姐遐代志，你嘛较放心，对啊？妈，我真是无代志啦。其实是我家己无想要离开恁，我若离开恁。爸、阿公、奥利要安怎？什么人来照顾？恁爸爸甲弟弟妈来照顾就好啊。妈，我已经决定，我绝对不会离开恁。哎呦，我的脚啦，这就是输赢啊！哎呦，我的脚都疼的啦。阿哥，你疼咧，你嘛帮忙咧，你嘛保护我的形象。皇帝咧，哟，你讲啊，迄暗当你什么情形？迄暗吼，哦，迄暗就使吼，讲叫我去找阿南啊啦。吼，我伫咧路遐找规半晡，结果伫咧旧厝吼找着阿南啊啦。啊，我叫伊转去哦，才等到伊叫我转去啦。啊，我伫咧路吼。唔知去弄到你的脚踏车，真是师傅叫你去找阿兰啊？真正的啊！你若做前，啊无你去问师。我问你，这字条是为你写？这什么呀？就总讲我甲天公伯啊借3个担，我嘛唔敢写这，后面讲我唔捌记的。阿兰，迄暗讲什么人去过旧厝？我的代志免你管啦。你到即摆咧使上帝，这关系到你安全问题，你知无？就算讲我死哦，嘛免你管啦。好啦，你唔讲也无要紧啦，这代志哦，我一定调查一清楚啊。兰子，你莫走啦！我甲你讲啦，迄暗哦，阿仔嘛有去啊。阿财，爱是去创啥？伊就讲，伊食宵夜拄转来，经过遐，啊就入去啊。爱是就去创啥？我嘛唔知影啊。伊摕一杯饮料互我，就走啊。摕一杯饮料，啊啦，是毋是你摕我啉的迄杯啊？对啊。无怪哦，迄杯饮料哦，我啉了了后，
我就规个看你感觉怪怪呢。啊，孙呀，无得讲哦，迄内底有放烧油啊！